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詩篇第133篇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弟兄和睦地同居，何等美善，福命區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詩篇第133篇，大衛上行之詩。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，流到鬍鬚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，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遠的生命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133篇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弟兄和睦地同居，何等美善，福命區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弟兄和睦地同居，何等美善，福命區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131篇，仰賴神如鷹佳舞，內心平靜輕如舞。第132篇，求神祝福其聖所，若守神約，仇敵所。第133篇，弟兄和睦地同居，何等美善，福命區。想一想，為何弟兄要和睦地同居呢？